再來看花蓮八大安溪崩山湖呢，這在後的重建即馬猶閣咧繼續，也毋過在地居民所認為講，這土地徵收的程序甲資訊其實攏無夠透明，所以要求這政府就要加強溝通，來改善施工對因部落的影響。也若學者是建議講，這政府呢應該愛以規個馬太安這個流域來規劃，重建工程就愛整合。2025年馬太安溪崩山湖1樓衝擊花蓮，在後重建工程雖然陸續有在做，不過有在地受災戶認為土地徵用、徵收甲後續安排攏無講好清楚，希望政府先甲居民溝通，再決定土地後續的處理方式。希望說政府說清楚，說你們要徵用或是徵收這片土地，你們要有協議架構，要告訴我們，也讓我們知道說我們未來這塊土地，因為這是我們唯一生計的一個土地。在地部落甲民間團體拜五開記者會，成立守護馬太安溪流域行動聯盟，要求政府推動重建的時，嘛要重視在地居民的生活甲土地權益。要求政府全面檢視工程造成的揚塵、噪音、交通及居住環境影響，立即提出改善措施。要求所有涉及私人土地、部落及土沙堆置的工程必須完成正式的告知。聯盟嘛要求政府延續部落防災巡守隊經費，建立中央、地方甲部落固定的對話機制，讓居民會當參與重建的方向。學者嘛認為，目前重建欠缺整體的規劃，建議政府以規個馬太安溪流域做整體的規劃。族人就疲於奔命啊，因為每一個工程項目就會有自己召開的說明會、公聽會，也不是完全沒有溝通，但是它其實對於居民來說都是破碎的，所以就常常居民拋出來的問題，這個工程部門就會說，這個不是我們的這個執掌範圍。聯盟表示，希望政府建立更加完整的溝通機制，讓居民會當參與重建的方向，嘛了解重建進度甲相關的規劃。記者郭金陽、王志光台北報道。